全台大罢免风波，台南市选委会发现罢免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甲王定宇的联署名册涉嫌伪造文字。检方昨去朝国民党台南市党部隆重约谈5个人，立委谢良解释批评这是政治打压。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看起来是照常运作，但是20号台南检方大动作来敲催。前往台南市东区中国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等处执行搜索，扣得党员名册及行动电话等物。检方正式接到证据，讲台南市第5选区的立委林俊宪和第6选区的王定宇，因的罢免案的提议人名册是疑似涉及伪造文书，甲包括姓曾的国民党部副主委等5个人传讯到案。起因是因为国民党为了反制大罢免，嘛发起罢免立委的联署，但是台南市选委会发现讲，要罢免林俊宪和王定宇，这第一阶段提议人名册内面，发现讲有已经过身的提议人，无都是假用人的身份，也是户籍无伫这个选区等等的问题。反正只要有联署，国民党都会造假作弊，而且这种死人联署的已经发生非常多起。那这一次呢，我们绝不姑息。这种利用民主的手段伤害民主，用非法的方式去进行联署罢免，那就依法严办。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立委谢良解指出讲，检调是配合反移党在做政治动作，用高压的手段在打压，嘛强调讲所有联署的过程拢是依法依规在办理。每天动用府院党所有的资源，启动所谓的大罢免，而且洪坑清点遐一句话，好好啊做代志，唔通牛调来伫咧搭牛母啦。谢良解表示讲，相信司法的公正调查，但是嘛爱立案的人士卖过度来解脱，而且宣布讲，台南市国民党的党工节会专门来协助罢免立委的第2阶段联署。记者综合报道。